廢熱都可以轉化為電能。廢熱隨處可見，造成能源浪費同環境污染啊！而傳統傳感器主要依賴電池或者專用電纜供電，唔單止安裝維護困難，而且成本極高。由生產力局研發嘅 EcoFirm Sensoring， 利用溫差發電技術，將廢熱直接轉化成電能，實現傳感器自供電，助力碳中和。支援多種物聯網協定，實時將數據傳送到雲端。設計精巧，安裝又便捷，喺難以觸及或者高溫嘅工業場景都可以輕鬆應對啊！實時全天候智能監測，能夠及時發現異常同預防潛在問題，綜合應用成本直降60%以上。呢個研發成果可以提升工業安全性同埋生產力，開啟工業監測新篇章。創新引領，新質新未來。